生博和吴君玉两位先生呢，大家是非常熟悉的。他们是活跃在当今书坛上的两位著名的评话表演艺术家。他们呢是师叔侄俩。那么师叔金生博最擅长是说包公，师侄吴君玉呢特色是说水浒。今天晚上他们将合作为大家表演的是武松打店。对，哎，曹可凡，看他们俩同台献艺啊，我倒是有这样一副对联。上联是同台献艺，旗鼓相当。好，那么下联呢？啊，下联呢？我琢磨琢磨看啊。您觉得什么合适呢？听你两句评弹名家，各显神通。我再送你一幅横批，那就是东方妙韵。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金生博和吴君玉先生。今朝出光，好，今朝让他五星一记。俺那个老师说从来分唱功，那听过吧？那这队伍子，那么这个刚才已经来两场，来呀，中国台湾。这边来上，这边我很不洋下口去，我台湾唱的可是，茶室居头后面发门是个女人，好吧？好。那么呢？来，同学来，来帮忙一下。来。好一个胆大的美虎之情，将一桩人命案。声闻大我今，前3日将人犯，你也去大爷见少爷面。这是我个人，那装着龙大气的，记得的。将人逃亡，冤官。来呀，来啊！刚走2、3日，部分平台有这种意识上一个东方押韵，心里非常高兴。高兴是2点：一，今朝这样多个雨，刚许多听众回来听诗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这个水星向3入国外，你起来小眼摸摸，是要看那个，你这面孔好，假。第2个高兴。当年金老师评双档，大概12天评过1万，夸我嘞，是吧？对，那么这一次第2次，这心里想特别兴奋。为啥呢？看年纪差不多，实际上想你是我老师说，不要客气，啥呀哈老祖先。哦哟，这是你谦虚啊。那么金生博老师出名的叫乔治金生，不要碰，当面的乔治背的来讲啥？背的嘛好听的乔治，难听的嘛就实贴子，那个龙是要不听的，我才来考。那么我们2家头还做事为附送当地请听诗。龙里的天气叫热的南湖扬子，那芒洲城啊30里那个地方，那个群水围捕，个东上河叫10日铺。这个水里讲热这个热气，视觉上已经看得出来。水果像这多个蒸笼，市场像资料苏州人叫资料嘛，上海人叫牙屋子，叫一个不停，也是他。你老汉也杀脱人难吃的是呀，虽然一条无意出着高低不平的水路上向来3个人，2个一口就写着是2个高凡人的高潮，中间来一个手上大虎。面孔长得漂亮标致，英文Chinese gentleman，那真不真话不晓得，真的哎，身上讲把布头塞口，腿上讲烫朱印草帽，啥地方去？护送充军到满洲，
小弟充军到满洲，充军才是可地方。苏联充军西伯利亚，全入为中国充军黑龙江、新疆，全入为。现在新疆不充军，因为是好地方。来去过了，7分去过，我听唱歌的。我们新疆好地方啊，放个啷当叮当，放个啷当。那么南洋不去呢，势头不薄，我两里飞起。我去要到5户的那不大个，那面对比我做了。12年个天啊，早晨到现在的士飞行，真是口干舌燥，那穷水撇过之中呀。总要先点么子吃，扶手加一点，啪，跳上一堵水风，骑车来人风，吃着扶手，可你把不斗水，啪啪啪啪啪啪啪飘了起来。他是个人光以周先去夸，这张照片拿那个地比看到金子，深入审美金个大来讲。对，一往士林去，才跟这个上的下一个是水底杀个鱼，最要目标喝酒，打这2高场，穿过士林到士林去，啪，3个人立定，扶手一口，好地方，一般最低开个地头来得好。咸鱼500汤塔，因此门窗一开，个抽动风，哗！这姑娘现在浪气开放，扶松黑上二公差进地，里海两边500万人杀道理，回过头来一口，这2个高潮就说鼻子硬的，一个喝得2张眼睛眼合并了当中，一个喝得了3头是哒哒的，只不一点花，个那个肉外头吹筋的。这个领导叫惊慌失措，耍个道理，既不压水，也不讲道。根据这种目光胖，在地道里向一射，稍稍，再在具体里向一毛啊，好要李香湾养了在哪里去？李香的女人啥人叫生儿娘，哪里有个草叫母鸭虫，生儿娘是该不本的人。该被地里都要是牛来，要辰光养里一个牛，老高小老早死他，就说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上得朗读，海里读书不呼吸，海里从真心要混个，呼吸当相当。那么要想说这个地里本事不拉倒的，那么长无错。小牛女小牛照样当男小牛当，500个男小牛当得够，当了当到20来到50了。那么要到底讲个女啊，你还要搞个男人呢？谁要搞个？要搞么你要搞哪行个呢？当啥人当得过我搞不哩？那么还是叫官人来当，有人30里路500个当得过的。那么你今朝慢慢叫读上去，现在2年再打理讲，那幸福那么条件还要讲弟弟呢？这个不讲弟弟，那个当平水搞不起，为什么来？到13年条件再讲的是这样，啥人把我当一脚，把我啪推一推，推不过3上路，我就搞不了。那么有2个杀气到屋里穷判西桥五灯，裤裆里当时贴成洞的，头巾里当时杀死了把你来贴。把你别一家贴出去嘛，有一个3上，有一个4上，有一个贴得看也看不出，为出来要手指提错了走的了。那么一经人不到了，瞧得来的，是2年来个人，这个人姓公张张，对那个亲叫张亲。龙宫给打多少消息？我们想我们来去试试看，当过我女人中当得过，不能拿起来啪一脚贴出去2上半。过上哪位的么打走屁股要想到，你要想到我背有点黑上身，不要走，按跳上来磨了一个人。那么一个大要弄到哪位人的那个时候啥意思那个么子？那么那个来了的啥呀？恭喜！这个么是我个男啊，我个男我一个条件的，开不满3上的就搞把你那2上半呢，为了光子理想的，那数一个么子，那么的就等了给他找了个亲，给找了亲夫妻2个的要好得不得了，张亲特别得高兴，什么人家说面孔啊漂亮的。天地良心高为好，人少为上应的。
所以伢一句话讲举草提成，今生把弄了哈光了。啊，这个人语举草提成的，这个语境为了养了的啦。这个么是常常听听诗的了语什么个？松上的草，它今朝的草不同的，今朝的草一草，各五草是7成，打一个这里。根据考工业家去考，老法人各辰光人的骨头比在多。现在慢慢讲了写，这个也讲，这个么是精品了，是写对了中间去。可不写了下午的写的那个是台词老师去了，你都读定好了，没让上去啊。那么你嘛好，身体嘛还可以，比一般人嘛上一点点。可不个找面孔呢，还为何？我口口的容易嘛，动眼睛高不良口口，跟女人该是两张面孔总怪不来事，觉得那个面高知道。人的漂亮不漂亮了，几样么子配，对到身体配，对几活动身体脚上，身体到没让对到黄金骨上，哪能会得等样的？谁哪会等样？这面孔几活动，眉毛几活人，眼睛几活动，小的眉毛细的，像维吾女这样，个面孔大，眼睛瞪明眼，还没有瞪样。上小云这样，面孔小一点点，还没有瞪样。这不面孔蛮多，小眉毛、小眼睛、小额头、小嘴巴，说了一说对，他叫毛头这样一个么子，这个面孔最难看出。那么你这个面孔没等样了，没等样我不等样然后来，皮肤上的不了，搿啥皮肤是千里大河，百里大王，那个面孔浪向非得老法没这个接受了，都就是这个了，就在那边的少，谁是个毛？该浪向有3根毛。要1寸都上的了，长上来了呀，多漂亮啊！女的不用鸡腿的，男的用3根线，2个，一样么2条，非那个收一样么子了，不能一斤体，一斤体嘛，一体一样了，越体越多，一体一样，一体一样，一体一样，到现在3个么子，到公司上3条，少了浪费。告诉个男人呢，多漂亮些。张青大的讲，现在外头个女的啦，头上侪要擦花的，面孔侪要擦粉的，身上侪要着水的，那么出去他们大概没是不理，所以你不会当的。头上像擦花不来，门门清爽的呀，擦了罗大，擦几多，不好说的，还差一拍子。该亮一天，人家不过个，冷天冷天，热天热天，春天春天，吹天吹天，凡是有花侪要擦了头上，该面吃都玫瑰花。这边不都老包火，当中一种鸡冠火，这个老第三哪吃得这样的？那么拿得来个粉呢？它老发个粉呀，有不像精致的化妆品多。听众在晓得个西套用啥个粉了？阿黛粉，现在都他没人要的。宋朝人光的粉是臭得不得了的呀，比小米粉还臭呀！他的面孔上下面要对最对的呀，他一人对一人。他一人再对他一人，上来有一种化妆的，从早上向7点钟要弄到下半夜3点钟的哩。别人讲有天门面去和你外分弄下来的啦。那么那些生儿娘们哪来？生儿娘的脾气嘛，也有这个功夫去化妆，还有一个性格去耐心去弄，面孔上头他有什么好？那么这面孔不认真，这个皮带到了干坏的一个大面孔，身上像摘的水的衣裳。这件水的衣裳是上丝的，上亮，那个是透明的。这透明的你贴上了，那么理想中要照第一照，为什么这样贴上做这样说啥意思的了？那么的理想先弄着肚皮，那么弄着肚皮嘛，那水对花的呀，说你水花不为水呀，接着落得去接下来贴了盖上下，啥个名堂们也分动，不是一门这个手材东西，你去贴了盖了。我身在的河水上的，腰里像一个武大，家龙像双梁弓啊，扣得没清爽。来谁？2个是工厂，一个是外人。哼，我不养本事不该，你要怪责我啊！我不是不要紧的，不是人对没有闯红的，怪责我人对要是啥人是好人，啥人是坏人。我该别的诛杀坏人，放过好人，该个坏人是坏人。哪些的坏人不是你吃子故事又是坏人？因为那口呢，犯人呀，超人讲犯人，中国犯人口呀，各个犯人身上几把衣裳，
一夜不成熟。两个超人坐在娘，对老后躺躺起，不过晒了两个超人百姓了。夜里想不高，盖面水客，夜到里向家里啊，个让师傅弄得到底还是犯人搞超人，还是超人搞犯人，还弄不清爽。晓得这个人肯定是恶果，那么今朝南军的也来好看，那还是要你出来招的。你呼吸的是要你的亲自训练哦。可是要你名字家栋，年纪长得没等样，最19岁，不灵不有面孔。这面孔等样不等样，两点眉毛不大灵，但我这个有点大过个。一对眼睛的本来蛮好，一套眼睛看花边个人把他身上砰一记耳光一抛了，抛死过去分过来个。那么看起人来嘛，看那么才过来看理，看理嘛才过来看理啊。现在身上带领毛毛大龙脚，手起来要进大龙的呀，要不然按照顾小弟啊，大一路美好，大龙有什么？谁要摸一摸口？啥名呢？两里口，一眼里向还有人的，再一个摸摸里口，你身上我鸡肉按娘分啊，娘的有本事的，我个没本事的。所以3个岁的过来，忙了一个然后落到么一眼下的呀，等不上的呀，就是街浪想当青梅手然后就是个东西，3个岁的容易打啊！哎呦，打不水光那一块了，就是旁边就说出来不及了，附送外里3个岁的忙的几个浪想打要忙上一里，哎，忙地里想扛。一想那海我真去用不到那多个话有教个一个门，好的基本功好，为什么要多杀他啊？一个摇丝背上啪跳到底了，起名一名，要么请到好3个人进来，2个朝1把一面在酒店里向个老板娘上看，个头面孔破得了5分3、8分4，像你龙王到表面上一个，这个白龙不够真的，王个好王进去。扶送2郎对生人两口，这对眼睛胖像2部礼记，这口别吧，一口心里一气，气地上这口气生人两个衣裳不透明的。亲爱的听众们啊，松日发到不透明的，不像现在了，谁透明啊？有了，现在两摩登姑娘找衣裳，一个是叫露，这个每年露个部位不同。3年前露2张臂膊，2年前露个背心，1年前露半个胸部，今年个部位一变了，一露露到个浪箱子，是不是？你非要看不惯啊！人养出来本来不少少的啊，露到个浪嘛无所谓。现在喊个叫外观大字，哦哟，哈哈，这个出分一样有道理。哈，往里向弄进来。他对眼睛盯笼子生2口，事故乃是规规矩矩开店做生意。我今朝高兴而来，无意而归。事故乃是黑地，我打你一个对手天！哼，生一口的口里面空那么鸡肉，这谁中起来了？黄牛里皮，眼睛傻了傻，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。带真子旁边毛毛口里头说我那么蛮好。怪这阿东那好少送不上去，阿东海旁边的纯水邀请过来，老嘴坐上来，女人坐上来，台上摆好。阿东噔噔噔奔进去，挪一笼小龙木头，个龙木头噔噔噔奔到给他，要吧？小龙刚刚出笼，来上上过一把汤，也去不哦。那个是啥个木头啊？3C。哪3C？要么我3C打人家不同，跟人家鸡顶牛顶啊，生顶3顶的。那么我这个木头3C了，是鸡的肉搭羊肉。个鸡肉就是羊肉，不大高个。要么啊，你还有这个对吧？C 个 C 就是5字旁边一个羊字，这个么是3C。我看到有点分化。那么唯一 C 呢？这个是叫2C。那唯一 C 么螺丝肉。个螺丝肉哪属 C 那海鲜螺丝肉属海鲜个。还把那海水里进的就是。哦哟，吃了你到我这再靠人个道理个啊。2高超作业半日天分吃么子，只不过得了要帮吃。挨那个叫阿红，跟那个叫阿贵，阿贵啊！你在那2年吃出我头面饭，1年到底搞饭人是吧？出这个馒头，我今年38岁，搞这饭人充军充至年再见。对呀，饭人都有周期，你讲我当然没周期，你讲走来也要走记得，走来也要走记得，一直浪啊头。这我生波动上来想。那么今朝这2年个天来想，但现在一点么子分析，现在台上帮忙着，这个不少客气。
先吃嘴，没吃菜。搿么介绍呢？阿五啊，那真个阿五。没，讲我什么了？阿五啊，出来我叫阿五啊，阿五啊，别客气个么子。那不要阿五的，我等你不得门口去讲。有种上火吃子下去拿不出来个，马上死脱。哦，有种吃子下去2张眼睛往对外过里，天天早起不睡下来。哎呦，有种已经定了，是不动。有种细微的吃，该个么子不吃个？哎，让你先吃，你吃子你再吃。这不吃到猛药。对个，你老句。那么吴一阳来先听，来带吴一阳来先听啊！好，傅松东两高潮对线，一只穷山撇骨，那个巨大的是个女人哈。一里向反抗，一到腰里向腰水撑得浮上，当门公对娘与强盗偷飞，那一个玉律之辈视如对付啊！主要是黑的呀，黑的白毛叫追，现在两高潮不够吃，谁那个了？那么我谁来？那么傅松吃腰追发昏啊，你可以砰！石铺里石肉石来了，地基之有，一壶醉，一门喷香，一口光清，不一点点嘴里向不应该有个意味。但是老妈母要嘴里口不出门不出，要牙子上插个，扶手啊插得出，哪插不出？那个师傅天下名士最动，上海人派的老居了，砰！下波嘴到这里讲，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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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2个滚，够2个字，好，追，鼓我去，拿起筷子吃牛肉，扶手喝起牛肉，这口找到蚊子这个牛肉，切得特薄贴色，2块3块多下去，一个不当成，锅底都挖下去，米大粉吃上，那么拿多一点，砰，嘿，这个名字叫饭加块，哈拉进去1斤18块。这饭加块是厉害的，所以我尊都吃起嘴，把到上水15饭加块，你快点点上位置。一般把3就花来就3就光的来讲，那么12岁女人嘛，那吃法这样吃法来是个哇，聪明人往肚里开出腰门，不，不然吃牛肉3个吃开心，到了米发烧了，洗的非常洗脚我，啪，筷子一放，2个公菜。听了这没好，吃，来，我是到边我在想吃馒头噻，这个馒头呱呱叫，那口娘馒头滴灵滚油啊！那这个废油那准备馒头嘛，总归有个哇。搿么君娘，有副有个馒头啊？啥地方？上海哪副有啊？3山馒头。哦，本来一盆是70张12有12，现在吃个人都是140张。干得了才是改变啥出来，改变啥东西，这不得是3块钱一个。馒头要吃得有，搿2只馒头好，吃馒头砂糖火再好。今朝呢，翻个教材给大家听听。老弟子收获个新货，新货的汤包是呱呱叫。我看到个洋葱朋友黄烧糖是14红的，搿么你来一杯，你说今日啊，我请你吃汤包。那么我说蛮好，吃多少？我说吃不大概你也糟了。你说吃不下去，你吃不下，最多4个。那么明早早让我去吃着，路上来不叫啥上一笼，叫啥你一抓一笼，一只汤包，小开了一口，咣了咣，在这个汤里香的，谁都不过鼻子。我上门吃了没过，是要烘的。烘的那么烘的上张皮，里向不是在吃光，10个一包了，煮起拿回吃饱了的啦。真的汤不该个来点对吃。现在这2只馒头也好个，我们不来的呀。汤啊，基本上怕晒啊。门开真的，关键是一些头馒头上面总归有个碟子的，那个碟子是黏不要紧，拎起来不该找水烫一烫，这。咣了咣，还有里向个汤咣了咣，3个尼龙袋里放个金金咣了咣，抓到水心里向稍微耳铺一点点长破汤。第2口拼命的，不晓得该一句好话子。我说叫今朝用出了到是地狼子，不用出了到个狼。自家该搞好运来到个了，也是说汤，我也是觉得个里个么子硬邦邦，为了啥个么子？扶手他一好呀，那吃这个东西馒头有猪肉酱的，大家不是养猪肠子了，
围攻的胖的阿鬼一口一好，杀气到掏出两双眼睛眼很没了，搿在眼睛上两张白布袋，一唱杀出来。扶松去个流水，云公阿是气功，不是气功，这个名堂叫真功。忙里遇到这个雨队当心有啪破，把你一炮队出来。哦，搿么那边确实呀，不说的，搿点牛人就要吃得里个。想到刚刚硬邦邦给他耍个么子嘛，看看村上，一看没不灵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卡子啊！哎呀，阿乖，哎，跟他这卡子我刚是懂个哇！哎呦，听见懂个不灵的，他们这卡子有4招的了呀，上面2招，下头还有2招，这是下头2招嘞。两人一出来，扶松一看，晓得苗的不对，气势又向上来，早下面的来不及了，阿东吃到烧叉城，当当当奔过来，哎呀，这位衙门对不是，我有那位衙门啊，过头哥哥，所以就知道了，你为来师傅吃把子来最这样，不要的本人个肉不在弄自家肉，但再是我去的，你啥心里人来去人不了，那么有些人心里到人到的，这个是人不了，今朝中手把你吃到了真正吃，一路第四4吃的那鱼饼里啊，哎呀，还蛮红去掉啊！按点分点的是高于什么？稍微是包一着进去，为啥？哦，对得嘞！对正生人家妈妈哪有法？生人家对你眼睛傻傻赖特拉倒，没好，搿不懂水，没对吧？搿不来我最后他我倒水，最后的一毛病。刚刚扶松吃没事体，现在事体来了。那个最后毛病了，老大老早改对了，老发个最后谁最后了？那个改河里向了有一块铜片，铜片里向包个模糊药。其实马上怪的，那么现在让那个模糊药归了里向，那个张上面们打一些了，啪，铜片开，模糊药下去不能随上带出来的，带出来模糊药要偏在上面，不然当时把你叫海洛因了，为他啥个么子去？各位打脑袋手里有2样的做工的，来，杨们来，10个月来嘛，再过1个来营养菜。扶松起已经了，刚刚馒头的吃出毛病了，你去第2次馒头的，应该喊你吃馒头，证明呢刚刚讲这个闲话不是句哦。现在馒头拿上来15几日，好像刚刚最开始分过去发生的事情没，留下来责无尽罪。大对你们吃罪贴到现在已经是是真是因，为啥呢？突然间八部阴人让你美人门前杀一杯罪这罪起了，这是要罪啊！哪能法铺里吃住铺，最子里向变米的，黄拿起来打你，还一口指里不2步，牙齿一摩擦，生于够2个字，哟，就这个最大武器，要武器我们带到地上，片刻之间，神人这个狼狈抽出来上去打，那是黑的，我来个偷偷子摆上去打了。这个对面老板娘看上去不是他吃工资，你说起来啥子呀？要注意啊！那一份滚蛋人，3个人别过7天，没好来，你盲目当要当个有道理，好聪明的扶松，这个2头水头，表示罪已经下去了。那么这里像1事那个直播不挨着公器感，记这个罪为了直播里，2个这里有的就啪拿一块米布。10万米布就是现在烤米的毛巾，为啥呢？不讲毛巾，送上没毛巾，最米布。是不是有辰光你14了，蛮难吃个了？那种现在个么子包得送上扶松去用，这个是太容易了。我们农村些，那西藏，我说扶松2个字的砰，加一块毛巾，上来个了800多块皮子。周先生，那个是保利先生，要扶松他是今年20，明年18，把你戳到买头肩上。所以个名大家弥补，胖弄到水里，格啷噜噜，挨啷烤到格啷自己有2个这里好像分装性，实际上寓意扶松扶筷子个头说出眼来，去2个这里忙成筷子里弄，汤一口筷子往自己弄，夸哦，生儿娘，但是小你2高的4双眼睛不要儿童一口啥么子都下去，叫真做4双眼睛啪。看
口罩个浪向，哈啦，像磨着这个也闭了，嘿，一路所有的罪全部在土大块弥补里。干嘛是嘴巴里一点点那个牙齿缝里一点点根本在发起作用？这个名堂叫分身法，这个分身法是客气了。那么老弟子老先生的还不个，希望嘛不个，上了吴军有这个似乎识得好了，力动脑筋。这个分身法本人人没个我忘不个。那么我问你，我说那这个没是啥人搞那个想出来，那还有师傅，你说有师傅呀？我说还是跟我爸，你说跟我爸没个。那么我说啥人的名字我不能讲了，就拉地车上想这个人嘛，谁说你是讲？等到个地最是刚一过门的时候，马上谁要上墙了？不晓得扶手那出来了，那是分切个上像漏脱的，弥补一色，两个高超不晓得，还是少两杯醉来。阿贵啊，都没毛地方吃吃，搿一早早吃出来好爽。你得吃嘴巴，好，吃来，阿红第一个吃，阿贵第二个吃，辰光就快，5分钟不到，阿红发作了，搿说门腔了发麻呀，面积扩大，终身发作，前面铺开，砰，一个跟住跌到里向，搿个叫奇怪了。口头就听得出，但是作风同志，可找雨水派个周脚或者7个人，那么要死着，不知气得几十了哇！啊，不是哪来的李阳地风毛病咋上来的？哎呀，上个强调就当问题这个，刚刚要想讲的上个强调就说自个打不来了。哎呀，来呀！当归的地方想厉害了，你是周水脚还是让切的了？啊，我大怪看看那个出来干啥呢嘛？我们没办法呀。这个人叫上当了。啊，不要这个拼上当。附送一个2人拐到，我也要拐到了。旁跑出去落步路，昨天跑出去落步路，附送已经的。此地带我去，马上东西当2个高超2只苦浪的要打比他，所以冲出去落步，啪一个跟头跌到地上，这个跟头跌到有功。搿条条身子，搿条周腿翘起保护身，臂部保护胸部，搿2只手口口上起，实际上保佑这个3层医院等内来，嘿，生儿伢子了门开，搿个跟都得都有价值了。等你讲问哪里差别没这个好价值啊的，还要上去啊，上去这样要上去，但是搿个就有本事了，要当心，不要是高个，生儿娘遥遥的想跟后劲砰。就一阵2条腿拉地上打，啪冲上去跑跳出来，还不往护送脚跟头跳，还不往护送压力上跳，跳到护送队王头，起4个节头。我本是把于起到水才有名称的，一个节头叫地，2个节头叫创，3个节头叫景，4个节头叫造，5个节头叫博，6个节头叫炮。所以名堂来有现在人打拢来些4个节头，搿4个节头往里落，他们的该收门开了，人人带了地方，当里的5用叫铁爪凋零，打晚上会一进上来，搿里给了，我的民法报附送动作名字2点钟，砰一场人怕退出去，一发周围谁那个同志周家地浪地楼，雨脚忙上一飞，一个人顶到顶个朝叫忙成生人两个对龙，这个名堂叫刀鬼。所以在贴作你说个马拉松那个刀鬼，这个事实才就属于我啊。这场故事将来到大武器是不来了，啪拉起来弹一个刀鬼，不好，人忙有的啪一抬，那一抬扶手哗啦扶牛，人立起来可能妇女们好生个样，啪跳上来几条水，拉起来一张，早打了一个凤凰对叉子，身体忙有的一样，几个条水那个鹰飞扬，去吧砰哟咋哩？生了两人跌出去，不要大是高，生了两还得都有高资格。2条水是俺也来些嘛，该咋太胖一球呀，那个条军他们了还。等来上来么的军里像个啥东西拔出来叫军里台，听说一台当的要基本功，要推得登下有2位几个条件，一是基本功，2里身上像是召集上军。3里向来年是谁个抓家过口齿，
杀了一朝两阵车都军里向三股空对打和对的，打完了的那个，给我拉起来找打。哎，砰！后里他上来，抬也不要抬，砰！我的翻到地上，脚已经翘起来了。可是你要踢我了哇！东个这个名堂叫军礼台，不叫扶手踢鸳鸯台，踢台个祖宗啊！三个队队忙着你脚跟浪上打腰那。啊！十条七家，要数数子，到此结束。实在，想想各位，实在拿这个水了，不要怕等，4月份完了呀。我这个啥叫节子起来弄不过去了，干嘛就结束子拉得了？那啥对？哎，这个，那么这里我讲，哎，那么本来呢，我在不当例子，那么你现在先嘎嘎的，我不对口头不里吃，附送3个出去，努力个教育跟浪向旁电脑。嘎一飞，哎呀不好！这个一嘎，我自公是尽不飞出来，嘎要得的，人啪一个飞身，嘿，翻身可以翻得了，啪举起手头真要看，不来看，声音来了，哎，朋友，且慢动手，张琴来呀！砰！今朝一出，事务结束。